刘维走过去问他说：“我们一起来演个戏好不好？”那问的时候呢，于朦胧就不自然的后退闪躲。那是在众目睽睽下的演播台上，他就是下意识做出这样的动作。稍后刘维跟他讲演戏的内容是表演他收到手机讯息之后的反应，朦胧答应了。可随后在真正的表演环节，大家看朦胧表演的是什么呀？收到讯息之后，两眼发直，目视前方，眼中有怒气。在一旁的刘维相当意外，说呀：“啊，不会吧，是悲剧啊！”啊，不会吧，悲剧！原来这个人是这样。他可能以为正常人收到讯息之后是真正的朋友约饭或是什么喜事，没想到于朦胧表演的是一脸怒火，而且随后眼中还若有所思，心不在焉的左顾右盼，一直在思考。那看上去啊，是在想怎么应对对方的无理要求。怎么办？我现在怎么办？你被骗了。那刘维在一旁解读于朦胧的剧情，都看他是在表演自己被骗之类的动作。很不幸的是，刘维猜对了，